你似那踴躍的生氣，你似那親切的愛火，更似那跨出的信心。主恩膏彰顯榮耀，主恩膏帶領更新。你似那踴躍的生氣，你似那親切的愛火，更似那跨出的信心。主恩膏彰顯榮耀，主恩膏帶領更新。你似那踴躍的生氣，你似那親切的愛火，更似那跨出的信心。主恩膏彰顯榮耀，主恩膏帶領更新。你似那踴躍的生氣，你似那親切的愛火，更似那跨出的信心。主恩膏彰顯榮耀，主恩膏帶領更新。你似那踴躍的生氣，你似那親切的愛火，更似那跨出的信心。主恩膏彰顯榮耀，主恩膏帶領更新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感被主恩上愛惜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深被你熱愛觸摸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深被主恩上愛惜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深被你熱愛觸摸。你似那踴躍的生氣，你似那親切的愛火，更似那跨出的信心。主恩膏彰顯榮耀，主恩膏帶領更新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深被主恩上愛惜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深被你熱愛觸摸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感被主恩上愛惜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深被你熱愛觸摸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感被主恩上愛惜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深被你熱愛觸摸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感被主恩上愛惜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深感被你熱愛觸摸。
主啊，就讓我哋喺過完21天嘅全國禁食禱告之後，進入一個新嘅季節。主啊，你叫我哋生命嘅火再一次被復興燃點，敬拜感恩更新嘅靈，今天要進入我哋嘅生命當中。主啊，祝福我哋裏面，你嘅恩膏帶領住整個台灣，甚至係華人嘅世界嘅更新，從一個復和悔改，重新去燃點對愛主嘅心。你賜那踴躍嘅生氣，你賜那親切嘅愛火，更賜那誇出嘅信心。主恩膏彰顯榮耀，主恩膏帶領更新。一生跟隨主，獻上衷心嘅讚美同埋感恩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心感被主恩上愛惜，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心感被你熱愛觸摸，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心感被主恩上愛惜。一生頌讚，衷心感謝，心感被你熱愛觸摸。因心裏感謝神，歌唱為與聖父讚頌，你賜
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歡欣心裏感謝神，歌唱歸於聖父讚頌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獻，心因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獻，心因讚美。歡欣心裏感謝神，歌唱歸於聖父讚頌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歡欣心裏感謝神，歌唱歸於聖父讚頌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獻，心因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獻，心因讚美。
主要就喺呢個時代，讓我哋嘅心再一次歸向你，心中剛強無懼怕，因為主啊，我哋有你與我哋同在，有你與我哋一起，我哋嘅生命就係能夠喺你裏面不斷嘅成長。我為到我哋喺台灣呢個島嶼當中，主啊，你要興起拿細耳 ，Time for Taiwan。主要就是這個時刻，你要興起，在不同的人群組裏面興起拿細耳人，讓我們的心跟你對齊。主啊，我們相信，我們心裏面要傳一個感恩的心 ，give thanks 來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就帶領我們走前面的路，給我們力量，還有給我們盼望，祝福我們心裏面有力量，還有盼望。有主的聖靈，哪裏就有自由，哪裏有主的聖靈就有生命。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哪裏有主的聖靈，哪裏就有自由，哪裏有主的聖靈就有生命。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得釋放。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。哪裏有主的聖靈，哪裏就有自由，哪裏有主的聖靈就有生命。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得釋放。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得釋放。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得釋放。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得釋放，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哪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。
一釋放，一釋放，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那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得釋放。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那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得釋放，得釋放。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那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耶穌寶血拯救我，人我活着是單靠聖靈的能力，那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，那裏有主的聖靈我得釋放。你一起
點起這片燭光。曾話過挽手一起走過這路程，伸出溫暖的手，點起這片愛火。無論我將會遇見什麼，今天跟你一起點起這片燭光。曾話過挽手一起走過這路程，伸出溫暖的手，點起這片愛火。無論我將會遇見什麼，以今天起跨千里，以今天起傳遞這愛火，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頌這愛的真理。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遞這愛火，燃亮為你。今天跟你一起點起這片燭光，曾話過挽手一起走過這路程，伸出溫暖的手，點起這片愛火。無論我將會遇見什麼，願以今天起跨千里，願以今天起傳遞這愛火，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頌這愛的真理。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遞這愛火，願盡為你。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頌這愛的真理。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遞這愛火。
主啊，你喺一切嘅動盪紛擾嘅裏邊，讓我哋今日能夠嚟到主嘅面前。主啊，我哋要傳承你俾我哋嘅託付異象，特別喺度為到全球嘅華人，我哋應該再一次起嚟歸向你。主啊，我們在這裏要禱告說，主啊，你要興起我們。不單止在台灣不同的群組，讓我們在這裏為主你走最後一程的路。主啊，我們歡迎你很快回來，願意我們將你的愛傳遍萬里，在台灣，在中國大陸，在海外有很多的華人，這些華人能夠能夠走在耶穌的裡面，能夠讓主你的愛在我們當中成就奇妙的工作。
傳頌這愛的真理，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遞這愛火，燃亮為你。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頌這愛的真理。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遞這愛火，燃亮為你。來傳遞這愛火，燃盡為你。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頌這愛的真理。新火點起，愛遍萬里，來傳遞這愛火，燃盡為你。感謝你讓我們在21天為 Time for Taiwan 為整個台灣去禱告。我們相信不是在地理上面，我們在這裡是超過在台灣的島嶼裡面，不同的群體走在一起。我們相信在靈裡面我們以合而為一，為我們這個時代你給我們的使命還有意向，主啊，祝福我們繼續為台灣、為神你的國預備你的將領，願意我們在高雄這個地區裡面為你發出感恩讚美的聲音，奉我們主耶穌的名字祈求。